最新研究指出，電子煙帶嚟嘅禍害可能仲勁過傳統香煙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電子煙一直以嚟都係一個好有爭議性嘅嘢，好多人覺得佢哋係幫人戒甩傳統煙嘅有效方法，但同時亦有好多人擔心佢哋潛在嘅健康風險。雖然電子煙成日俾人講到好似比傳統煙健康啲，但關於佢哋對身體長遠有咩影響，其實仲有好多未知數。泡泡知道，近排有個研究結果出咗嚟，提供咗啲令人不安嘅證據，顯示用電子煙可能引起嚴重健康問題。呢件事又再次引發咗大家對電子煙安唔安全嘅討論。一個基於接近40萬人嘅大型研究發現，用電子煙同中風、心臟病發作以及整體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增加係有關聯嘅。數據顯示，電子煙使用者中風嘅風險增加咗71%，心臟病發或者心肌缺氧嘅風險高咗59%，而患上冠心病嘅機率亦都高咗40%。呢啲數字絕對唔係危言聳聽，而係一個清晰嘅警號。所以呢，泡泡認為面對呢啲潛在嘅嚴重健康風險，尤其係對年輕一代嘅影響，政府出手規管電子煙已經唔係一個選項，而係絕對必要嘅一步。始終電子煙裡面有乜嘢化學物質，好多都未研究清楚。就算冇咗傳統煙嘅焦油，佢哋一樣有尼古丁。呢樣嘢唔單止令人上癮，對身體本身就有害，仲未計可能潛藏嘅金屬、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呢啲有害物質。面對呢啲越來越多指向潛在風險嘅證據，我哋唔可以再保持觀望或者僥倖嘅態度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